现代台语版圣经《申命记》第6章大诫命。下面是上主恁的上帝吩咐我着教示恁的诫命、规例、命令，互恁伫要去占领的地遵行，通互恁甲恁的子子孙孙一生敬畏上主恁的上帝，遵守我所命令一切的规例甲诫命，互恁长岁寿。以色列啊，着注意听，着切实遵行，互恁通照上主恁列祖的上帝的应允，伫老年甲密的地得到福气，人也加添真济。以色列啊，着注意听，上主咱的上帝是独一的上主，恁着专心、专情、全力听上主恁的上帝。我今仔日命令恁，这话着记伫心内。嘛着温困教示恁的囝儿，无论伫厝内坐，伫路面行，倒地还是起来，拢着念互因听。搁着别伫手里做记号，别伫头遐提醒，着写伫厝的门徛，嘛着写伫城门。毋通背弃上帝，上主恁的上帝要带恁进入伊对恁的列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立誓要互恁的地。伫遐有看大、高、水的城，毋是恁去造的；有厝底真济好物，毋是恁积聚的；有乌好势的水井，毋是恁挖的；有葡萄园、橄榄树，毋是恁栽种的。到恁逐项富足的时，着谨慎，则免恁袂记得带恁对埃及地、对做奴才的家出来的上主。恁简单对敬畏上主恁的上帝，服侍伊，奉伊的名咒詛，毋通拜别的神明，就是恁四围的外族得拜的神明，则免上主恁的上帝对恁发大受气，甲恁对地上消灭，因为甲恁同在的上主恁的上帝是要求专情服侍伊的上帝。恁毋通试探上主恁的上帝，亲像恁捌伫玛撒试探伊一样，着确实遵守上主恁的上帝的诫命，甲伊命令恁的教示规例。上主看做正直，看做好的，恁着实行。恁就会事事顺利，搁入去占领上主立誓要互恁的列祖水的地。恁嘛着照上主的应允，将恁所有的对德赶出去。将来恁的子孙问恁讲：上主，咱的上帝所命令恁这教示规例命令是甚物意思？恁着甲恁的子孙安尼讲。早前，阮伫埃及做埃及王的奴才，上主用大气力的手带阮出埃及。上主伫阮的目睭前，行大搁厉害的神业奇事，对付埃及人，法老甲伊的全家，带阮对遐出来，互阮入去上主对咱的列祖立誓要赏赐咱的地。上主吩咐咱，着遵行这所有的规例，着敬畏上主咱的上帝，互咱一生事事顺利，得到伊保全咱的性命，亲像今仔日安尼。咱若照上主咱的上帝的吩咐，伫伊的面前遵行伊一切的诫命，伊会欢喜接纳咱。